下休假继续要来关心应付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，高雄市卫生局就调较偏乡的卫生所护理人员来支援，煞引起争议。因为因来上暝仔班为下晡4点上到半暝翻点，12点下班，隔天讲下午8点，过来登记原来卫生所上班做事。像讲上远的甲线路途72公里远，护理师可能都要一天安尼来来去去，困无6点钟，可能会过劳。不离个卫生局人员讲，上主要是调班，支援的人嘛用用申请加班、补休困的方式来休困。防止疫情，卫生局招叮当特别成立疫调支援中心，连偏乡卫生所的护理人员也受到征调来支援任务，但是北邦顶管这个小夜班却传出争议。征调医护人员轮小夜班，每天下晡4点到半暝12点，支援局本部以后，传出隔天天透早8点，过来登去原本的卫生所上班。每一摆征调基本是2礼拜，包括拜六甲礼拜日。只是高雄市卫生局伫咧林雅区来看这个路程，亲像内门、美浓这个所在有袂少的距离，拢超过40公里。上远的甲线卫生所甚至有70公里遐尼远。支援的人半暝12点下班以后，就要搁透半暝。赶路登去原来的所在，赶一透早8点上班，恐惊会超到破病。在调资源的前提之下呢，就是防疫的任务优先。那该日只要轮到小夜班的，他当天的班就已经出勤了。所里面必须要出勤的话，轮值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依相关规定加班补休。班表惹起争议，卫生局讲防疫非常时期，以防疫征调的工课为主，原本卫生所的任务拢有职务代理的人，若是处理袂来，真正要赶登去上班，嘛有加班的补偿。包含交通费的申领，我们都有既定的规定在运作。防疫的能力较压，才会征调有公务员甲医护2种背景的人来伫支援，提供相关的补助。防疫看做是作战，希望会当共同来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